让我们在主日时，在神的圣殿中一起敬拜他、赞美他。他是配得我们称颂他的名。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暂时放下生活的忙碌还有忧虑，将我们的心转向我们的主。他今天就在我们当中，配得一切的荣耀与赞美。阿们。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4章6到7节，我们再念一次。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4章6到7节。是的，我们不论大事可以祷告，小事也可以祷告，只要凡事借着祷告，我们都要向上帝祷告，因为我们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阿们吗？祷告是我们的出路，神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靠主得胜，常常喜乐，心中会充满着平安。我们要时时感谢我们的主。这时，我们一起来为着你的心里有重担、忧愁的事，要来跟上帝祈求祷告，也感谢主时时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一起同心开口来祷告。天父，求你在每个早晨都向我们的心赐福，让我能用感恩来迎接新的一天，接住属天的喜乐和平安。谢谢你，不要为我们自己担当任何的重担，乃是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一切挂虑的事都放在你心里，让你来替我们担当。主啊，这是何等的美好！我能一无挂虑，不是因为我自己刚强，正是因为我有神做我的出路。主啊，叫我做一个交托的人，天天都在祷告中，把我心中的事交托给你，并经历那超越所能理解的平安，保卫我们的心思意念。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能坦然来到你面前。你知道我们心中的忧虑和担忧，但你也教导我们不要挂虑，而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一切交托给你。主啊，我将我们的需要和困难向你敞开，求你按着你的旨意成就，并赐我们一颗感恩的心，在等待中仍然信靠你的良善与信实。愿你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充满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思绪，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着真正的安息，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不被恐惧叨扰，而常常在你的爱中得着力量。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是我们请会众站立，一起全心感谢、全心赞美，我们全心来唱这首歌。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灵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
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心，我的心单单属于你，单单属于你。谢谢你聆听我们的祷告和呼求。我来到你面前，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你圣献，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诉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哦，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身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旨意，来完成你旨意。我们大声的跟主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们愿献上我们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
主，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们愿这一生都成为你的器皿，一个承载你无限爱的器皿。求你能够使用我们，我们愿一生都跟随你的心意。主，我来到你座前，全心向你献上我所有，毫无保留地将我自己献给你，渴望你来充满我的心。主，我来到你座前，献上我这一生尽所有，愿你悦纳我的生命，献上活祭，渴慕你拥有我全人全心。求你来使用我，让我用我生命敬拜你，荣耀你，成为你的器皿。我愿这一生都为你歌唱到永远，荣耀你，直到看见你的名被高举。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主，我来到你座前，全心向你献上我所有，毫无保留地将我自己献给你，渴望你来充满我的心。主，我来到你座前，献上我这一生尽所有，愿你悦纳我的生命，献上活祭，渴慕你拥有我全人全心。我们高举手来跟主说，求你来使用我，让我用我
恭敬来到你面前，是要敬拜你、赞美你，也看见你的名被高举。我们要一生荣耀你，唱出美丽的诗歌来颂扬你。神啊，愿这个敬拜从头到尾，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明白你的荣耀、你的大能、你的智慧、你的创造跟设立，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得着你创造的智慧跟喜乐，是你的恩典跟福分，也让我们在礼拜当中体验神同在的勇气跟喜乐。神啊，愿这个礼拜成为荣耀你的敬拜，每一个弟兄姐妹一起体验神在我们当中所得到的恩典。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我们仍然站着，我们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来明白主耶稣的教导。我们一起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阿们。请坐。请会众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第一段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第5章14到16节，我们一起来攻读。你们是世界的光，建造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遮盖起来的。没有人点亮了灯去放在斗底下，另是放在灯台上，好照亮全家的人。同样，你们的光也该照在人面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来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亲。第二段圣经记载在提摩太后书4章2到5节，我们一起攻读。传福音，不管时机理想不理想，都要传，用最大的耐心劝勉、督责、鼓励、教导。时候将到，那人然后拒绝健全的教义，随从自己的欲望，到处拜人为师，好满足他们发痒的耳朵。他们掩耳不听真理的话，却倾向荒唐的传说。至于你，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谨慎，要忍受苦难，做传道人该做的工作，忠心履行你侍奉的职务。以上，愿上帝赐福听从他话语的人。献诗请颂扬诗班。今天要献唱的诗歌是盼望之诗、信心之歌。献诗完，请夏牧师证道。证道的主题是持守真道，在世发光。
感谢主，谢谢颂扬诗班2堂礼拜的服事，不同的县市的团队带来不同让我们带领我们一起敬拜神哈，愿神赐福他们的服事。我们要分享主的话，我们先来做祷告。现在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之中一起生活，一起敬拜，也在教堂里面看见许许多多彼此在真理上互相来造就、栽培、扶持，也用关怀来彼此来成长。愿神也在圣经的话语里面，让我们得到更多属灵的体验，让我们在真道上来持守，让我们在世成为光照亮在人面前。愿神透过你的话语来造就我们每一位。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是持守真道，在世发光。那前面有铺了经文，我们就跳过，等一下我们在分享当中可以再做复习哈。那持守真道，在世发光有2个面向，一个是真道在现代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到底基督徒把它看成什么样的力量？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变化多端的社会，能够持守真道、圣经的真道？然后我们怎么样在人的面前成为光，照在面前？这是今天我们要所学习的。好，那上个礼拜在选举的时候，牧师特别在尾端的时候提出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有人把不同世代的人取了一个名称哈。那特别提到说，我们现今这个世代已经进入到所谓的Alpha 跟 Beta， 好像有一种重新来过，因为希腊文的第一个字、第二个字开始了嘛，哈。那其实它是从新的世代，我们现在可能刚开始在读小学、国中的这一群，还有包括即将要出生的这一代，我们把它当成这个 AI 的原住民的世代。当然，这个是一些社会学家或是一些公众的讨论所把它定位的，但是我们总能从这样的定位看到说，同样是在世界这个角落运转，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地球村的社会，因为网络时代让我们彼此相通，透过传播，我们大概都被影响到了，特别是在这个3C 出现的时候，网络时代时候。那我们是要用这个来当成一个提醒哈 ，AI 浪潮席卷全世界，这个看起来就不是人家的事了，因为我们都被经历到。
它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形态，其实带来是颠覆性的影响跟改变。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手机不是刚开始开发的是阳春手机，只有那个09几号就打电话而已，对不对？经过差不多 iPhone 的智慧手机出来，曾经有一些人他就排斥说我不用智慧手机，因为被它绑住了。但是这个浪潮其实只是一个长短的时间而已，包括后来的网络，包括后来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是被逼着进场了，没有办法退。那 AI 的时代，我们很多年轻人应该都用得很普遍了。有2位美国的这个 AI 的大巨人他们讲这些话，给我们一些面向跟提醒。这位世界首富马斯克他这样讲，他说人工智慧非常可怕，可怕到让我失眠。他本身就是 AI 的前端但是他自己觉得很害怕，包括说他的孩子要不要用，他都有点担心换句话说，好像大家在往前走，你不得不跟，但是又觉得有一点害怕。他说最迟到明年2026年，人工智慧就可能发展到比最聪明的人类还要更聪明。其实我们有在接触的人都知道，其实不要到明年，现在就已经比人类聪明多了那再来的发展，就根本我们来不及回应了。这个马斯克他说，未来将会是一个不需要工作的时代。那这个是什么样的社会？大家营营无代志吗？那怎么办？这个是名人讲的，我们要思考看看他们讲的到底对不对了那我们也看到说一个黄仁勋台湾出生的，竟然把全世界的 AI 的东西弄得大家都不得不跟。他一回来台湾变成一个明星，前2天还来我们台南吃牛肉汤，还有吃粒粒水果冰，大家也变成比明星还追大家要看到他到底在吃什么。这个变成一个你没有办法去避免的时代。另外一个也是比尔盖茨，大家很熟悉的人，他也这样讲，他说当 AI 助理能包办你人生的大小事，什么问题都能解惑，还有人想上学吗？所以你可能要考虑到你现在小孩幼稚园呢，上国小，那后来需不需要到学校去读书嘞？因为 AI 比任何一个老师内容都要更精彩。那将来社会怎么演变？当然政府的整个社会的规范真的是遇到很大的挑战。他说他没有说不要工作，他说未来每天可能只要工作3天了他改变最大的是说2025年我们把它当成说一个 AI 的转折点，因为 AI 将以从未见过的速度加快创新发生，特别是在教育跟医疗。我们现在很多人从电脑网络学的东西可能比学校还多。你看有人竟然上网去学习怎么研究核子科技直接在网上学了。特别医疗方面这个领域但是比尔盖茨的意思是说，因为网络的发达 ，AI 的发达，很多人在偏乡的人可以得到平等发展的机会。那这个只是一个前沿的展现，就是说这个社会已经来了，那我们怎么面对？很多人的工作，很多人的生活形态都被改变。上一个礼拜，我们牧者在台南中会有请一位这个网络的专家 ，AI 的专家来给我们分享教会怎么面对 AI 的时代。然后他有提到说，将来有很多人会失业了，有很多行业会失业就像以前我们手工的东西，现在都失去了，对不对？以前在开杂货店的，现在也都被 7 代替了。很多你不得不被放弃或是改变。然后他说有一些工作会失去，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他说模特会失去工作，
然后摄影师、插画家、动画家。因为网络的模特比真人的模特还穿的衣服还漂亮啊，不用现成的模特啦。还有翻译、DJ、编辑、作家也会失业，还有客服、推销员、柜台、秘书，还有包括 DJ 的程式设计师、DJ 的工程师，好像这个就是 AI 已经帮你取代了，你不用再请真人来帮忙。那第二批是什么？他说卡车司机、计程车的工作，还有机师的工作，因为无人计程车卡车司机很累，南北高速公路一直跑到杜姑发生事情 ，AI 帮你开啦，开多久都没问题，都不会杜姑。还有包括运动裁判，因为裁判现在电脑辅助比人的眼光判断更厉害，所以以后棒球的那个主审可能就是 AI 啦，放在那边，马上亮出来是好球坏球，因为他的判断比任何人的眼睛还厉害。他说还有包括那些危险工作的，可能消防员跟警察，当然这是一个人的预判啦到底会不会发生？我想有一些已经在发生了。不过他说有些不会消失啦大家看看是不是你的行业在里面？他说幼教老师不会消失。因为小朋友活蹦乱跳的，要有一位好的老师来陪伴还有歌手跟偶像，因为那个是有人格特质的现场的。你看现在演唱会那么多，还有运动员也不会消失，因为运动员他追求人类的体能的极限。他说还有包括牧师跟神职人员也不会消失。他讲起来好像牧师很安稳，不是啦。现在欧洲已经有那个 AI 的牧师啦，他讲得到不会口急，也不会逻辑不清，他讲的头头是道。那当然，他所讲的牧师跟神职员的意思是说，他是在牧养在安慰、在关怀这些事情 ，AI 可能还不会取代。那不管如何，你会发现这个世代已经都来了，已经都变化了。我们不能是你是几岁，你都必须要面对这些。所以，我们说面对新的时代，它的价值观很多都在变化。比如说家庭、两性、生育、宗教、伦理道德、工作、财务观念，这些都与我们原先约定俗成的价值观产生很大的对立跟冲突。没有人教，但是网络一大堆。已经塑造了新一代的年轻人的观念，他不一定要听你的。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在思考，我说我们台湾不是现在那个出生率比死亡率还低吗？就是老人比较多，年轻人幼儿越来越少。那到底为什么？照理讲，我们现在环境很好一般年轻人他们的经济虽然说也蛮吃紧的，但是不会比以前贫苦吧？教育也不错，为什么大家不想生那这个就变成一个问题的存在。政府可能一大堆的补助给这些妈妈有一个很好的休假，但是大家不想生。我想一想当然不一定是对，但是我感觉我发现到说，现代人不是不想生小孩，他是原始的。进一步的前面的就是现代人对婚姻没有信心，现代人对婚姻没有信心。以前我们不是说两个人结婚生孩子以后养儿防老，就是一个世代跟着一个世代。但现在已经变化到什么程度呢？因为现代人对婚姻不再是有那种终生的观念了，所以有些人可能他觉得说，我这个婚姻现在爱得很热烈，但是会不会产生变化？婚姻会不会产生变化？所以没有永远的信心，所以生小孩，如果有一天离开了怎么办？孩子怎么照顾？所以在心理上不是说特别想到，只是说在普遍的心境上，已经认为生了孩子可能会害到他们。
因为婚姻没有办法持续。这个都是我们目前已经发生了，或是时代已经变化了。我们马教授在推动一个哀伤陪伴还有现在就增加一个叫婚姻的关怀。婚姻关怀当然其中一个是提到怎么样从信仰去帮助人克服婚姻的困难。那在跟马教授讨论的时候，就刚好看到一段新闻，他说现在台湾现在的社会不只是孩子减少了，他说离婚的对数比结婚的还多，就是说结婚的少，离婚的多。那我们不能说这个人不对，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去判断，而是因为大家在这个现代化的环境里面，婚姻持久的那种粘稠度已经越来越遇到挑战。所以因为这样，可能没有生小孩比较单纯我还可以自由自在。所以政府如果要推动生育更高，我想他要去让新的世代觉得这个婚姻是值得持守的，婚姻是神给我们最美好的礼物。不管如我的这个说法是让我们知道说，新世代的价值观变化太大了。那产生一个变化，有人要努力，有人想要去突破。那我们以美国为例美国最近在2个月前发生一件很重大的事件，大家可能很多在关心国际新闻的都会知道，这一位叫做查理·克克这位年轻人，他在努力去推广他的理念、信念，到校园去宣讲的时候，就是被另外一个年轻人用枪射杀了。这个在美国在前2个月发生很大的新闻了那我们在台湾大概没有办法说很完整去掌握，到底为什么一个年轻人口才很好到处找人家辩论宣扬他的信仰跟理念，讲他对圣经的认识他对福音的认识，竟然有人觉得你讲的会危害到我，所以呢用枪来解决。那个是美国其实虔诚很久了，就是我们所谓的美国的一个价值观的对立已经非常的严重，在那边生活的人可能比较体会得清楚。前几天碰到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就是教会的人员，就是2个礼拜前不是有新朋友来我们这边嘛，从美国回来。在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讲说，美国有很多社区你知道这个社区是什么属性的，你不要进去。黑人社区，或是有些是白人至上的社区，你一进去可能就会被排斥，甚至在某一个生活的环境，那你讲话什么都要很小心。美国的对立的状况是我们在外面的人不是很清楚了解，但是我们很了解说他们的对立很严重，甚至包括川普总统在上一次选举选输，对不对？很多人跑到国会去抗议甚至烧了国会你说一个选举怎么会严重到这种程度？表示说他们里面的对立很大。那最根深蒂固的，我们会听到一些名词啦比如说保守派，还有自由派、左派、右派，到底在吵什么？竟然可以用枪来解决事情。那可以看见说，美国原先是以信仰跟圣经来立国的，当初的宪法的精神，经过这几百年来，变化已经非常的大。因为有移民的问题，有一些国外的思想进来，还包括人种，已经让原先他们单纯的以圣经为立国的基础产生动摇。所以很多在美国生活过的人知道说，原来在美国不能随便讲信仰的，你不能在校园里面随便说我们来祷告原来已经立法说你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子，学生不能在学校里面怎么样才知道说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嘛，竟然很多限制都已经在里面。我们台湾还可以到校园里面去做所谓的彩虹妈妈来说故事还有得胜者可以到进那里面的。那所以很多变化是我们没有清楚，但是我只是说提出这个例子，知道这位年轻人因为看见他们的国家
往世俗化发展，往那一些没有办法保障圣经的生活信仰基础在社会里面，所以他就勇敢发出了一些行动，然后到最后31岁就牺牲掉了。这马斯克呢，这个科克呢，他勇敢在各校园去传播他的信仰，在2个月前被射杀。那这位青年基督思想家，他在9月10号在犹他州的校园宣讲福音跟信仰理念的时候就遇害了。那现在引起全美国的一些很大的波动啊！哈，那因为我们在国外也不清楚，但是知道说它的变化是很大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校园很多人因为他来改变，来接受福音，当然反对的人也很多，所以一般比较中立性的评论就是说，科克好像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因为他很坚持他的福音信仰。很多保守他的观念，但是又有一些人对他非常的讨厌，非常的那个反对。那这位科克呢，他是美国很受瞩目的保守派思想家，政治影响力、演讲才能及社交媒体的巨大追随者，所以他成为一个美国公众生活中重要的人士了哈。所以科克的遇害呢，凸显出美国社会极端的很对立。所以，甚至有人在做一个很悲观的判断，说再下去有可能美国会发生第2次内战，都有可能。你看到说，川普会派联邦的军队进去哪一个州、哪一个市，你就知道说，奇怪，为什么我要派兵去管你属下的州跟市呢？表示说，大家的理念已经冲突到一个地步。现在美国联邦不能运作，因为没有钱了，没有钱不让你运作，所以好像是一个很民主的社会，但却是遇到很多挑战跟荆棘。问题是说，这位科克被杀，可以看见说，在美国的社会，意见不同的人彼此成为敌人这个对话就被仇恨取代，暴力就成了选项，这是美国的现象。那有年轻人想要来改变，竭尽他的努力，甚至牺牲了生命，想要改变这个局势。其实同样弟兄姐妹，我们也了解台湾也有另外一种问题的。我们台湾一方面看到在光复乡的那个产值超人大家感动得不得了，看到那些影片大家都流泪有很温馨的人性的光辉。但是当你镜头一转到国内的政治跟社会，又发现哇不得了，这个冲突对立，大家谁也不服谁那种场面很尖锐，一直存在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表面上我们大家一团和气，大家去逛街吃东西猪肉可以吃了，很高兴。但是暗地里面那一种冲突，一种隐忧，到底我们台湾这样的社会能不能安稳的存在？好像经济已经发展得不错了，但是我们又觉得没有一个安定，这个都是我们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因为思想不一样，观念不一样，还有价值观不一样，那产生这样的话，跟美国是不一样，但是其实那个冲突是有一点类似的。弟兄姐妹，在这一种环境里面，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我们说我们在里面和和气气，大家快乐高兴，那就好了吗？还是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一个挑战的社会里面，仍然能够坚守真道，能够勇敢的为信仰来发声？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值得去思考的问题。所以在新世代中，勇敢持守真道不是一个口号，而是我们实际要去努力的地方。因为我们坚信圣经是真理的根基，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最优先的。圣经不是一个意见而已说你可以选择性，圣经你要不要那个你要不要，这个想法你要不要，而是我们认为圣经就是神在创造我们，还有在看见人类的困境的时候，他所给我们的启示。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认定说，在价值混乱的世代中，很多言论因为网络太方便了，
你听到这个，你听到那个意见，哇，太多了，甚至现在短影音，一个小小的影音就可以影响到你的认知，那你怎么办？你怎么判断？哪一个人可以告诉你这个是对，那个是错的？更不用说诈骗，不得了，诈骗那一种说辞，让你觉得哇，这个是专家给我讲的，我要听哎，这个都已经来到我们社会了。之前很多人看到那个短影音看到哇，很多医学家、医生跟你讲很多卫生的或是健康的理念，原来那个是 AI 做的，根本没有这种人医生会觉得这个不是真的嘞你听的会觉得哇，好像很正确，这些都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那圣经在这个世代到底是已经消失了吗？还是它的价值更重要？所以基督徒有一个信念是勇敢为主做见证，不以福音为耻。这位柯克他讲一句话，他说：“我宁愿被嘲笑，也不愿隐藏我的信仰。”所以他才敢巡回各校，跟一大堆人，有时候是2、3千人他还邀请人家跟他辩论，就说你来证明我是错的，他欢迎人家来跟他辩论，表示说他胸有成竹，或是他对信仰的坚持。所以信仰见证需要言语跟行动并行，那我们基督徒在现在这个社会更需要。第三个是在文化的挑战中站立得稳，因为当信仰被边缘化的时候，更是我们要见证的时候。这位柯克讲一句话，他说：“真理若沉默，谎言就得胜。”所以圣经不是信仰，不是一种政治立场，而是属灵的呼召。我们说我信这个，我赞成这个理念，那个候选人选举的时候，你觉得他的讲法我对，我想要跟他，不是。圣经是一种启示，一种呼召，让你愿意跟随圣经的教导，来活出见证。这就刚刚我们讲的，圣经所读的，你要成为世界的光。弟兄姐妹，信仰被边缘化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有人认为信仰已经过时了，不再重要了。但是问题是在于说，当你把圣经的真理挪开的时候，到底哪一种才是你要跟的？这才问题更大。因为如果没有一个中心的思想，一个圣经的真理来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就会随波逐流，然后左右摇摆。前2个礼拜，我们中会这边有牧师他们组团去参观那个荷兰，特别去找到在400年前，不是有荷兰人在我们这边统治了38年吗？荷兰派的第一个宣教师叫甘志士 Candidius 这位牧师，第一个来我们台南这边传福音，然后现在去问到说，原来在荷兰的地方有一间非常漂亮的教堂，现在还在。他们查到说，原来这间教堂当时400年前就是派了这位宣教师来我们这边。他们看完觉得哇，这个教堂盖得非常堂皇，非常美丽。不过有一点感叹，他说他们要进去不准你进去，因为你要缴费才能进去，因为那边已经成为一个观光点了，不是在让人家聚会的地方了。他们就感触说，当初是荷兰的牧师来传福音给我们台南的西拉雅族，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承受了这个福音的真理到现在400年，虽然只是局部的在台南这个地区，但是神的恩典已经在这边种下了。不过，当荷兰这个地方或是欧洲这个地方信仰慢慢被边缘化的时候，那价值观的判断就越来越混杂。有一天，如果台湾的教会这个信仰不再坚持，这个福音不再被广传的时候，是不是教会也变成一个观光点，或是个活动中心，而不再是在宣扬真理的地方？所以文化的挑战，你能站立得稳，是因为你坚持了福音的真理。第4个是用信仰来影响这个世代，因为信仰是需要被看见跟传递的。所以见证不是一种骄傲，说我得到多好的恩典我怎么样
我得救了很成功很顺利，不是，而是一种我借由你自己身份来见证一种仆人的心志。弟兄姐妹，在这个真理的关口，基督徒怎么样走出来为真理做见证？刚刚我说提了美国这个苛刻的经验，这是很特别啦。他在推动美国他成立一个非营利组织，叫做 Turning Point USA， 他说美国转折点。哇，在很多校园，好像一个组织，像我们现在台湾的校园，不是有很多那个成立了很多的那个类似协会啦，或是他们的一个不同的组织来办什么活动这样子。然后他成立这个点呢，他借由一个圣经公民课程，影响了很多年轻人。就说一位31岁的年轻人竟然可以影响到那么大，他才是让人家觉得很好奇的地方不过他的效果已经在美国的那个社会呈现了，因为他借由圣经真理的教导，让人认识圣经如何透过圣经来塑造美国的宪法，所以有数千间的教会得到复兴，有2万人、20万人来归信，这是他们在美国这边的统计所以他借由这样的活动事工，很多人愿意支持配合，所以教导信徒在政治跟社区中活出信仰，带来复兴。这是让我们感到，为什么有这样的人会出来做这样的事情？是他们发现美国的一个信仰价值已经开始在衰退，所以他们想要把它挽回过来。不过我的观察是因为会被射杀，当然不单纯是为了圣经的信仰，因为这个科克他认为川普的政治立场跟他比较相近，所以很支持他。我相信这个跟他被射杀是比较有关系的啦，是政治的立场。因为知道川普在选举之前也被开枪过嘛，那其实在美国竟然为了政治立场可以开枪杀人，这是我们觉得很困难去理解的地方。但是在这个世代里面，牧师借由这些圣经的经文，跟大家一起学习说，无论是 AI 的世代，台湾面对的这个社会，怎么样再次发光传扬真道我们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光也让照在人面前。提摩太5章16节，这段经文里面，他跟我们讲说，光就是放在城上面城山上嘛，要不然就是放在灯台上嘛，照亮人家，不能放在斗底下所以他鼓励我们说，我们光也让照在人面前。特别后面一句话来做诠释，他说：“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来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亲。”换句话说，基督徒在台湾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光就是好行为，这个光就是见证。你是要被人家看见，而不是隐藏起来。所以基督徒不是说我信耶稣很好，我觉得感觉很好，那就这样子而已，而是你愿意把你的光照射出来，让人家看见。所以用圣经的真理成为行动的指南，扭转歪曲偏向的世俗文化。基督徒怎么样在这个社会为主发光，那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没错。因为这个世代大家不大相信权威。你说我讲的是对，那说为什么我要相信你？但是见证就不一样，因为你用生命来影响生命。第二个是我们要传扬悔改的福音，让国家得医治。这段经文里面，在历代志下7章14节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换句话说，这个悔改不是做错事情的悔改，而是归向神的真理跟恩典。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我们的国家也需要这样。这是历代志下7章14节所说的。怎么样？就是这位苛刻他在希望他们的国家像这段经文所写的一样，能够改变，回到圣经的真理。那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因为
在美国，我们都常听到一些名词了，比如说左派、右派、保守派、自由派，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思想理论，但是已经在他们的生活上，在他们的政治上已经非常根深蒂固了。大家对立很严重，还包括种族的问题，包括移民的问题，包括毒品的问题。哇，在美国真的不是很简单就能解决的事。但是有人愿意出来做见证，勇敢的扭转。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勇敢做见证，成为世上的光？耶稣曾经告诫他的门徒说：“世人若恨你们，应当知道，在你们以前也恨我。你们若服侍我，就必受逼迫。”成为见证，并不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啊。很多事情是被挑战的，是被排斥的，甚至被污蔑的，甚至被驱离的。很多做见证的人、传福音人都知道，像保罗一样，像历代的宣教师也一样。我们在台湾很多宣教师曾经遇到很多的迫害跟苦难，这些是耶稣老早就告诉我们的。但是保罗也要这样勉励我们说：务要传道，不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段经文是用那个和合本大家比较习惯，得时不得时怎么样去做。我们感谢主，就是我们的教会推动幸福小组已经第8期了。每一次在开始在呼召的时候，很多小组长或是同工都觉得哇，好像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不对？挑战不是说我付不出这个时间，很多挑战是第一个找不到同工，第二个是哇要办这么活动，要很多的人来协助。那另外一个困难是说，哇这个要做办幸福小组我办得丰丰盛盛的，但是找不到 base 的怎么办？其实是很大的挑战。他是感谢主，每一年大家有这样的困难，但是大家又做得非常的然后做得很高兴就对了，觉得很多的辛苦很值得，因为遇到很多美好的回馈跟回应。有一些照片，牧师可以分享一下这2个月来，感谢主，很多团体，这个幸福小组大概现在接近尾声，剩下几个小组还在办，已经都茶会或是小组都完成了。我们可以快速的看到这些照片，一大群的人一起为了传福音，付出他们的时间，勇敢努力。算一算，我们教会如果有20个小组，有的是合并在一起做的。我们简单来想，如果他茶会或是幸福小组比较多期啦多周，但是平均2周就好。每一个小组2周，20个小组多少？40次啊！40次，每一次如果接触10个 base 的，那大概有200个。在短短2个月，我们接触了那么多的 base 的。虽然我们不能保证他一下子就决志了要信主，但是这个传福音得时跟不得时是很让人家感动的。这些照片我们都可以来不及一一看啦。我们说网络上我们的那个 FB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群可爱的同工，他们怎么样邀集这一群base 的他生活上的朋友、家人一起来领受这样的福音藉由各样的活动来引起。我们今年呢有2个小组特别又有新的创意他们除了办幸福小组之外，有小组用手作来吸引一些愿意来参加的人。他可能对信仰还不是很理解，但他先喜欢做手作我们的密侦小组这样子做，很多人自动报名，而且要排队。那藉由这样的活动，很多人接触福音。我们也有类似办这个体能训练的，或是那个律动的来，我们有2个小组一起合并我们的泽龙小组西道小组，他们邀请专业的老师来指导我们怎么样来训练肌力啦训练肢体动作啦。那么这样也很多人愿意来。那所以福音的
真理不变，但是方式在微调。我们的教会的创意越来越多哈。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些改变，已经有人决志要信主了，有受洗要决志受洗了。那这些活动，我们相信神在中间动工，有这样的人已经领到这样的受洗单哈。我们感谢主是说，在这个很困难的环境里面，大家忙碌的当中，还是愿意投入。我们一起为这一群同工祷告，因为他们最重要的关键是临门一脚，怎么样找到这一群辈子他愿意受洗。我们期待这个荣耀丰收有21天的这个禁食祷告的时间，今天就开始了。我们期待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在21天当中有3周嘛每周至少有1餐可以参与在里面，所以你可以在1楼的那个公布人签名说，我要在礼拜2的中午，或是礼拜天的中午、礼拜3的中午1餐，然后下个礼拜也差不多这样子。希望大家同心的祷告，这一群辈子他们领受福音，而且有一个感动，愿意受洗。弟兄姐妹，提摩太后书4章34节这样跟我们提醒我们说：“时候将到，那时人要拒绝健全的教义，随从自己的欲望，到处拜人为师，好来满足他们发扬的耳朵。他们掩耳不听真理的话，却倾向荒唐的传说。”这个不是夸张，而是我们在现代社会面临到了。我们回到刚刚在介绍这位查理·科克，他其实面对很激烈的批评，因为你这样的坚持一定有反对所以在美国的对立的社会，他遇到死亡的威胁。其实他不是在那一天发生事情之前都没有预兆很多警告或是很多的威胁都已经来，但是他觉得他为真理，所以美国有一些比较支持他的人认为他是殉道，就说为了福音来殉道。那他是为了福音真理，勇敢在媒体、在学校来传福音，已经有很多成果了。他在遇事后，他的遗言激发了全国的祷告会，有10万人在线上参与，教会增长100%。这个牺牲点燃了信仰之火。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没有像科克那样的环境，或是他的那个强大的力量，但是坚持为主做见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不怕世人的反对，勇敢为基督做见证，你的话语也许会成为他人归向神的契机。最后，我们在迎接50禧年，我们一起努力，我们来团结教会，实现复兴。就像《使徒行传》2章42到40节这段经文谈到一句话说：“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添给他们。”感谢主，期待这样的学习。查理·科克他的生命提醒我们，坚守圣经，勇敢为主做见证，团结教会是改变社会的一个力量。其实他的遇害不是终点，是另外校园复兴的一个起点。因为很多人追随他嘛，一个科克死了，他的更多的科克愿意出来坚持这个信仰，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能够这样子被呼召传承这个火炬，成为世上的光。期待弟兄姐妹在这个传福音的世代，我们在迎接50禧年的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岗位上将真理来守住，成为世上的光，传扬主的福音。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这首诗歌大家应该很熟听到耶和华已掌权。我们如果同工有麦克风，可以拿来一起唱哈。耶和华已掌权。一起来。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光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
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统管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你。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可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你是那独行其事，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已掌权。我要歌颂耶和华已掌权，愿神掌管我们台湾这个社会。我们一起为以下几点来一起祷告。第一个，我们回应这2段经文给我们的呼召，求主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不是多大的阵仗，而是在我身边，我的接触的人当中，勇敢为主来做见证，让人看见我们生命的作为，来认识主。第二个，我们为台湾社会能够更和谐、更平安来祷告，在很多价值混乱的当中，圣经的真理的光能够照耀，让台湾的社会民众大家更和谐、更平安。第三个，我们为教会要推动福音事工、幸福小组，求主亲自让这些撒下的种子能够发芽，能够收割，让灵魂得救。第四个，我们为50禧年所推动的圣工能够顺利，也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身心灵平安健康来做祷告，为你所认识的亲友他们的平安健康来祷告。我们用静默或是开口为这些事情来做祷告。谢神，感谢赞美的恩典，圣的能力在我们当中。神啊，求你赐智慧跟能力、平安跟喜乐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是美好。让我们站在真理的这个入口，为勇敢为主来做见证。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我们也为我们教会推动的圣工，无论是50禧年还是福音事工，求你亲自来掌管，为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心灵平安健康、丰盛的生命来祷告。感谢赞美你。现在父神，我们借由圣经的话语来给我们提醒，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变化快速的社会，能够持守真理，在世界每一个角落为主来发光。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跟任务，但是我确信，当主的圣灵跟我们同在的时候，你的力量、你的恩典，要借由我们卑微的器皿，为主来见证，为主来发光。我们在这个感恩节传福音的季节，求主也让我们借由幸福小组或福音茶会，引导更多人来认识主。求你感动这一群 base 的，他们有你恩典的呼召，愿意决志成为基督徒，加入主的圣殿的教会大家庭当中。也求主保守我们推动50禧年各样的圣工能够顺利来推动，让50禧年成为宝贵的礼物奉献在你面前。我们将每一位弟兄姐妹、家庭、亲人，他们的健康、他们的工作、生活以及经济，都交托主，求你亲自保守，让我们在主里面得着神所供应的，让我们在里面得着平安跟喜乐。每一个人在主里面确信神的照顾跟恩典是跟我们同在的，我们有信心来为主来做见证。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我们一起来奉献，请司献执事开始传奉献带，请大家预备心，用奉献来回应上帝。
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诗歌。会众请坐。弟兄姐妹，我们在例行的报告之前呢，我们有今天特别的一个分享哈。我们首先是要来介绍我们在这一个50喜年的赞美诗歌的竞赛投票。我们要先请我们的慧琪执事来给我们介绍说怎么样参加这个谱曲的投票。好，来，我们来请慧琪执事。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那我们看一下周报的第5页第6点啊，这里就是我们的社教50喜年赞美诗歌谱曲竞赛的一个活动。那我来做一个简单的补充报告跟说明，也就是呢，我们为了50喜年的诗歌谱曲的竞选的这个活动呢，已经进入到投票阶段。那所有的参赛者呢，就会针对我们这次李欣怡老师他帮我们写的2首诗歌的歌词，台语呢是君继续弹，祭继续压。那么华语的诗歌歌词呢是喜年的号角响起，那么这2首来谱曲。那我们所有的参赛者的这个作品呢，我们就是会使用这2个主要的评分的这个标准。第一就是我们会请专家评分，会占40%，那我们的会友的票选会占60%。那么最终加总这样的成绩呢，我们要选出台语作品1位，华语作品1位。那么呢，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周报的右边这个 QR code， 当你用手机来扫进去之后，它会出现我们的 Google 表单。那 Google 表单出现之后，你往下滑它会有我们的诗歌的连结，你可以点进来听。那因为呢，你点进来听的时候歌词不见嘛，那不要紧，我们就是楼下也有准备这个纸本的。但是无论如何，请你就是只择一种方式来票选。所以你进入 Google 表单听完之后，你就是再继续往下滑，写上你的大名。好，我们是记名投票，也只有限定本会的陪参会员哦。然后你选择华语1首，台语1首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线上票选的表单送出。那如果线上票选不方便使用的人，就是在1楼我们的这个服务台这边有提供纸本的票选的纸张，那你一样是扫这个 QR code 进来聆听台语4首，华语4首。一定要认真听哦，不管他有没有伴奏或者是清唱，每一首诗歌都是由我们的创作者他内心发自内心的感动所谱曲所唱出来的诗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8首都听完，然后投票你最感动的那一首。那请你台语选1首，华语选1首，线上表单你就是只能选1首，它才能送出。可是纸本哦，你如果选2首台语，2首华语，那不好意思，这张会变什么？就废票咯哈所以呢，请大家一同的来参与。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票选的活动截止日期是在到11月30，就是这个月最后的一个主日晚上12点结束。那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用行动支持，用音乐来赞美，为50喜年留下美好的歌颂赞，这样可以吗？谢谢大家。好，谢谢。想要问一下慧琪执事，这个投票有没有抽奖啊？有没有礼物啊？
在想，比如说我投到了这个曲子，得奖得第1名嘛，是不是我们投票人可以送一个小礼物？好，哇，总之是要大家有一个诱因，你要投票，好不好？因为要听如果能够在你的开车的时候，可以用 YouTube 的连结来听哈，你也可以欣赏一下哈，那个情境啊，那个诗歌是不是很合你的tempo 或是和我们50喜年的情境了哈？欢迎大家踊跃投票啊！就20天了，20天了。好，我们另外呢，教会要迎接50喜年，有很多事工在进行。那我们的元老长老哈，我们的信长长老，他要给我们一个爱心的鼓励，还是一个精神讲话？来，我们请我们信长长老拍手一下，欢迎他。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分享的主题大概是如何全然的准备、传承、接棒，下一个50喜年，同享神的恩典满满。感谢天父使我跟你都属于富强教会的一个分子。近年来，我们遇到基督徒的朋友，往往在一起会彼此问到：你是属于哪一个教会的呢？是什么教派的呢？每一次谈到我属于富强教会，我那朋友就会回答：哇，富强教会，那教堂很漂亮啊！我也曾经参加过聚会礼拜啊，会内的属灵的氛围相当的不错，会友相当有爱心，整个教会的服事热情让人感动。尤其听说在那个时候建堂的过程相当艰辛，大环境景气又不好，而且主要的财力不到200万。在这个状况困境中，竟然有信心来达成，实在不简单的神迹奇事，可说是见证着有信心完全依靠上帝，有神坚固固守的教会是恩典满满的。今天你我都享受在这个时段，我们说对不对？对的。感受到很多的赞美、掌声出于别人的口中，对我们的信心与神的祝福之下，更加的要提醒自己，越要努力，越要警醒。尤其每一次有机会，牧师派我到接送外来的牧师培灵会或是灵修会的时候，要接送高铁之间的接送，每一次他们常说，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面，我们富强教会的标杆，不愧是又富又强的富强教会。感谢主。纵使在掌声赞美中，富强教会每一会友将所得的赞美荣耀，一切都归于爱我们的上帝。而且要记住，神更要我们谦卑，更要同心，更要警醒，敏感度要够的，去静听上帝再一次对我们呼召的，如何尽你本身的使命。去年小会为了迎接富强50年后的新使命，除了多感谢早期信仰的前辈几十年来顺服仰望神的带领，坚定的信心，辛苦才把今天教会建堂建造起来。从10年前建堂到现在，恩典历程是一个神奇的见证。记得当时开合会的时候，有120个人赞同，
那时候教会大概有150个人聚会中，有22个人反对，3个人会票。我为什么报告呢？我感谢神，神给我们的恩典没有廉价的。当我们每一次服事的时候，总是一个标记，22个人反对中间，给我们的一个反省审思，给我们一个力量，不是给我们一个垂上的记号。面对的新世代的来临，每一次牧者小会在祷告中求神带领，要让我们有智慧，有看到50年度起的新意象，尤其看到教会在成长中对更多使用的空间需要，这是事工，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是急迫的，不是拖延的。神给我们的恩典马上就到了，我们为神的付出的事工没有拖拖拉拉的。如今可以说是富强教会第2期建堂的事工在启动，迎接50几年来有对这主堂的灯光还有投影机的更新。讲到投影机，今天我们看到这边的投影机是不是比较明显？这边是不是比较昏暗？这10几年来的投影机，这是新开始的雷射投影机。在去年的时候，小会员就把关着，因为每一个会用经费都是我们富强教会会有辛辛苦苦去赚来的钱。当长职同工们没有把所奉献的钱好好的经营住，我愧对神，也愧对每一个会友。这个是40万，所以这是一个评估。第2项，教育中心地下室灯光的布置，1、2楼整修布置，将在11月这个月的23日感恩节前来献堂。上个礼拜五早祷会的时候，我太太刘国珍，她每次她签都是6点到7点，一带到教会的时候，我就先开了钥匙进去，去看看进度，还有看看结果。所看到的让我观念的情绪大大的有感动。目前一向认为维持现状，格局虽然太小，可以用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钱来整理改修？何况目前市场景气不太好，那个时候信心小信的征战很多。但在祷告中，我忏悔，我很少在公开面前忏悔。那个时候我在神的面前，我忏悔，主啊，我短视，我无知，我想的是止于现在，满足现在，有亏我当长老职位的职守。那个时候，神的话语又从心里面浮出来，跟我说要记住，广传福音，抢救一些失落灵魂回来是使命。扩展帐篷，为了事工，信心要坚定。只要你向我求，我必应允。神跟我说，20-30年前，你们也喊着景气低迷，市场不好，职业不好找，经费不到200万，那个时候是178万，我都成全你们。到今天，我们富强教会从这里到对面，总共将近1亿的资产。你不到200万，我给你的
降1亿50几倍的。如今你们没有求智慧，只求理由借口，太不长进了，跟神道歉。在第一堂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有一对夫妇会友，生活小康，比小康之下，但是有一个儿子也精神上面有毛病，整个夫妇整个家庭都被他拖了垮。但是有一天晚上，他提了一个袋子来找当时蔡牧师，跟蔡牧师说，建堂事工，上帝平常照顾我那么多，我不能像一般的会友、一般的奉献，但这个袋子是我结婚20几年了，当初黄金我存到现在，我去贩卖了大约10万块，我愿意奉献给神做建堂基金。像蔡牧师那个时候不要，他说为了神的事工，请蔡牧师收下。何等的恩典！在我们建堂小组里面，为了这个事情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认为他是神差来的小天使。当我们信心过程软弱的时候，神垂听，谁看顾，神也鞭策，用一个将所有的积蓄，而且儿子要精神科的负重，费用很多，他宁愿把这个提出来。感谢主！今天在富强教会建堂中，很多很多可以感人的故事，很多，也就是从现在看，我们第一期建堂的会友虽然比较少，但是每一个建堂有信心的依靠的时候，神迹奇事就在你我的身上来动工。感谢主！那个亲爱的兄姐，奉献给神不一定是金钱，只要你有时间，你要有恩赐，只要你有恩赐，用神给你的爱心来关怀其他需要的人，教会随时都欢迎你们回来共同回应神的呼召。呼召不是牧师俩几个一直在口号，全体动出来。最主要的一个教堂，我们一个事工，就是别人对我们的称呼的时候，也让我们激起说，起初的火热不能让它熄掉。感谢神，我们11月22号大扫除，全体大扫除清洁，我们小会决定把省下这些外聘清洁费用的钱，因为每一个钱都是大家的流汗钱，发起富强同心合意的精神。欢迎你们来，欢迎你来。同时也在11月23号感恩节的时候，感恩奉献，希望你能关心对富强第2期建堂的奉献，来回应神的呼召。感谢主，感谢大家，盼望大家一起来，谢谢。我们谢谢新昌长老感性的呼吁了哈，他是我们教会大概是最资深之一了哈，特别是在长职上面哈，他服侍的年代很久，那他有这样的感动，就是说富强教会不是这2个名字啊，这个富强这2个字是空口号，而是我们真的是经历到很多的故事，他是希望说这个故事能够继续书写，因为50几年后就变成新的世代要来领导了。我们希望教会这种感恩的故事能够继续哈所以提到说我们这个1楼、2楼的整修要到23号感恩节那一天来正式奉献哈。那一天呢，我们在第1堂礼拜结束，要到那边去做一个感恩礼，短短的时间，刚好在第1堂跟第2堂之间的时间然后如果第2堂的弟兄姐妹如果早一点到，也可以在10点半，我们到那个大门口做一个感恩的献礼哈。
欢迎到时候，但是特别欢迎在前一天，就是11月22号早上9点，我们要号召大概60位志工一起带着你家里的抹布啊，我们去光复乡就要拿铲子啦，比较累啦，我们拿抹布就好了。来教会，我们一起把那个1、2楼整理得干干净净的哈。2楼是我们基甸牧区的一个专用的，哇，会弄得很漂亮啊。1楼变成有第二个心灵转角的意思了哈。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另外一种模式，一个小献堂的意思。那希望大家一起参与哈。那周报里面有报告很多有关这方面的事工，我们可以自己看。因为时间不够，我牧师做一个介绍，还有几个重点报告就可以。我们欢迎2位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哈。第一位是陈宏瑞弟兄在哪边？欢迎你来啊！欢迎陈宏瑞，欢迎你来参加。好，送一个小礼物给你哈。他是杨胜吉医师的朋友哈好，谢谢你，请坐。欢迎你常常来哈。第二位是陈冠仲弟兄在哪边？欢迎你，好，起立，请他起立。欢迎你哈，陈冠仲。那是底波拉的贝斯的啦哈。我们施新梅姐妹的学生是不是？好，欢迎你啊！常常来我们很热情的欢迎你哈。那时间不大够，牧师做几个重点的提示跟报告。第一个是我们上个礼拜顺利选举出2位长老、7位执事，名单有刊布在这里。照法规，我们要公告2个礼拜，请大家为新当选的长执来祷告哈。第二个是我们的感恩节各方面的奉献，我们预备在11月23号进行。刚刚听了信长长老的见证，我们也希望大家有份然后。我们大概他像刚刚信长长老讲的，不是钱多钱少，是大家都有参与，甚至你可以鼓励你的小朋友，家里面呢，他有10块钱、100块都可以一起参与在这个感恩节的奉献哈。一起让这个事工经费不缺乏。另外是我们荣耀丰收的禁食祷告，刚刚牧师讲道中有提过了，希望大家都参与。如果你愿意参加其中的一餐，那在我们的1楼的这个公布栏把它签上你的名字。礼拜一到礼拜天每一个中午，看你哪一天可以参与哈。另外洗礼在12月14号举行了，我们欢迎。我们有 base 的要受洗的，可以把资料送进来；还有我们的坚信礼，还有我们的信仰告白、儿童洗礼的，请报名哈。我们希望在11月30号以前能够报名进来，让我们的准备学道班时间都有放在里面了我们也可以顺便回应哈。再来一个就是我们去大清扫，请大家踊跃报名出来，希望能超过60个。另外下个礼拜的下午我们要举行羽毛球赛。欢迎大家赶快组队时间来得及我们一起来参加，因为在那个室内了不会那么热欢迎大家来参加。另外我们在11月30号要可以打疫苗，那现在像牧师这个年纪的都可以在诊所打完了，后来的补充的，希望你如果愿意受打这个疫苗的，拿你的那个健保卡甚至你提前在办公室登记一下。让侯世廷医师他们那边可以准备疫苗的数量听说今年的又有变异啦，所以能够打一下会比较安全一点，因为你接触人群啦，你做老师上课啦，或是学校读书啦，有这样的疫苗可以保护你。而且这一次除了感冒的流感疫苗外，还有那个新冠疫苗都可以打哈。好，最后呢是。欢迎大家今天留下，可以参加爱心午餐，我们又恢复了哈。有周历手册，请大家如果还没领的，赶快去领这样子哈。那我们请我们的杨胜吉执事来带我们来读金句，我们就来做结束哈。谢谢。请我们一起来读本月金句，请大家翻开周报最后一页。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136篇第1节。那请我们大家起立，同心来唱颂荣诗歌。
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称颂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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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我们请坐来默祷闭会。